台语版方逸笑话天庭的故事，开花点名。旧历年围炉的时，玉帝发觉到部分的神，疑是迄天无转来天庭报道，就请众神测试下凡去关心了解一下。到初9日，玉帝万寿的时，各地神尊陆陆续续回报凡间的灾劫。玉帝接到这消息，就下令要开封疫大会，请各神尊毋通隐瞒灾情，爱实情禀报。会议的时，玉皇大帝发现也有真济空位，就关心问众神。玉帝先问讲，上接近民意的千手观音是去倒位？众神回答：天时虽然紧急，嘛是爱先甲手洗清气，伊还咧洗咧。玉帝阁问：你老君何在？众神回答：老君当咧研究炼丹，看有解药无，无闲通来。玉帝再问：是安怎四面佛也无来？众神回答：一礼拜简单会当领3个喙暗，伊一面无通挂，要安怎来？玉帝煞来问：这个时阵哪会无看到药师佛？众神回答：佛心的药师还搁咧卖喙暗，伊毋敢失职来离开。玉帝论下阁问：无你落车咧？众神回答：飞机感染者，伊的风火轮台面要接送，嘛无闲通来。玉帝不耐烦，阁问：八仙咧？众神回答：因为分游四海，对海外转来，爱伫厝隔离。玉帝气冲论阁问：中打义气的关圣帝君咧？众神回答：伊面红红，一个娘，讲发烧超过37度半，留伫厝内家己隔离，哪敢出来开会？玉帝强要起圣地问：东山宗哪会无来？众神回答：伊为要取经4界去旅游，爱居家检疫，袂当来。玉帝耐心阁问：迄只72变的破狗咧？众神回答：疫情世界团，伊惊着狗嘛请假。玉帝无奈阁问：阎罗王咧？众神回答：因为感染过身的人足济，伊还搁咧点名。玉帝论下阁问：二郎神杨戬走去倒位？众神回答：伊找无有3蕊目睭的护眼镜。玉帝煞落问：天皇元帅咧？众神回答：猪八戒确诊非洲低温，还搁咧治疗中。玉帝阁问：无18罗汉咧？祭奠甲水米粒咧？这时众神一方面不耐烦，一方面阁惊玉帝伤忝，就回答讲：防疫期间不得群聚。千里眼甲顺龙女已经离开会场，去咧查济公甲免力祖师也有咧罪无？玉帝尾也阁问：福德正神土地公咧？众神回答：土地公爱去查居家隔离甲检疫的人敢有伫厝。玉帝论袂调问：五路财神咧？众神回答：牢笼风了了啊，赶袂过来。玉皇大帝火大讲：慈悲的妈祖，敢原来袂使来？
众神回答：妈祖嘛袂使，伊是大陆籍的。玉皇大帝为着民主，惊互记者翕到伊歹势转受去，就细细声讲散会。